请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有艰苦无？袂啦，阿海啊，咱小歇困一下好无？我想要看一下阿海啊。好啊。你还阁会记哦？咱打熟识的时阵，有一暝，你伫遐叫我去找阿妹。你讲，阿海啊，紧去啦，紧去找阿妹啦！唉，20几年就过去，咱拢是50几岁的人。前几工阿妹回来，伊嘛是对我讲：“阿海啊，紧去啦，紧去找阿妹。”阿舅，你这世人哦，拢伫我的后壁安尼甲我催，甲我赶，叫我着要去找阿妹，所以我一直伫咧想。假使你若无甲我催、甲我赶，我的人生毋知会变啥物款。阿舅啊，你敢知影？我这一生当中上大遗憾，就是到今我才知影讲，我的生命当中袂使无你。到今我才知影讲。上喜欢、上爱的人，就是你。
其实，你阿遮要创啦？我哪包不伫个？我毋是来找你阿爸的，是来找你的。嘿啦嘿啦，我哦是恁阿母的朋友啦，爱阮牵手啦，爱叫做英聪啦，恁阿母认的客囝，算也是恁阿兄呢。其实，你这么大汉啊，你还阁会记得我无？你8岁的时阵，伫咧海边有拄着我甲你妈妈。我袂记立新啊，立新，我知影你的心内无爽快，啊，不过讲实的，恁妈妈真正是一个足难得的好人，伊绝对毋是参照你想的迄款无负责任的老母啦。是啦，立新，你唔通误会阿母。阿母，伊是你阿母。那咧，我问你，伊是要紧你这个囝，煞把我这个后生？可是讲伊真正这么好，是咱心肝这么好，搞我来把绑20几年慢得来。你哪会当安尼讲你阿母啦？你敢知影阿母伫这人家几年是安怎过的？你根本就毋知影嘛！你是安怎做人后生的？这个阿文啦，好啦好啦，阿文你慢讲，你慢讲，来讲。立新啊，你莫生气啦，你莫激动，哦，你听我讲，我知影讲吼，你为着恁阿母的离开，到即摆你也无法度谅解伊。也毋过恁阿母确实千真万确，伊是有真侪苦衷。啊，我相信这个苦衷吼，恁阿爸拢捌甲你解说过。可是讲你真正无法度理解，头我即摆甲你讲啥，你嘛听袂入去。无安尼啦，阮就早看物件。来，先调看嘛。立新，这内底是恁妈妈这20几年来写予你的批，伊拢毋敢寄予你。这批的顶面拢有写日记啦。你若看完了后，你就会当了解恁妈妈这20几年是安怎过的。摕去啦。立新，过一点以后，就是你2岁的生日了。你好无？有平安，有快乐无？你的生日，阿公、阿爸，还佫有阿舅姨啊，一定会替你庆祝，对无？立新，阿母要来分析你。因为从今以后，你的生日，阿母拢无法度替你庆祝。也毋过，过几工啊，你一定足欢喜的，因为你着要有一个新的妈妈。连阿母的异乡，嘛会替你感觉真欢喜。虽然阿母无法度等你幸福边。但是阿母随时拢在思念你，虽然我看袂到你，但是我会常常写批予你。虽然这张批我永远拢寄袂出去，但是伊代表阿母对你的思念。踮在你的圆圆困的时阵，你伫咧梦中听到海鹰的声音，毋茫你嘛会当听见阿母对你的思念。立新。今仔日是你8岁的生日，你有好好无？阿
阿母已经6年无看到你啊！阿母都想要知影，你即马到底咧做啥物？是肥，是瘦，是老，还是矮？生做甲有同款无？生我，还是生你阿爸？高雄的海洋，是毋是还阁甲较早同款？遐尼啊水，听着海洋的声音，你敢有听着阿母对你的思念？李信，阿母毋知影当时，才会当阁看到你。不过，你一定要答应阿母，爱好我保重，好不？医生啊，这内面哦，逐张批。就是恁老母无法度，也毋敢去达成的愿望，就是无法度通达成愿望，所以这20多年来，伊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甲伊的毋甘、甲无奈、甲疼囝的心情、甲思念囝的心情，一点一滴拢甲写伫咧内面。等下好，我们来啉甲行这逝啦。家己好好想看卖咧。假使讲你愿意原谅恁老母，我希望讲你会当甲阮来台北一逝，甲叫一声阿母来甲伊相认，好无？感觉一身敢会来？我知，因也是一个重情情的人，应该会。我嘛感觉伊会来。哪会？你感觉伊会来袂？哪会啊？你是安怎啦？身体无爽快是？我去车站遐等你。嘿，哪会啦？哎呦，哪会卖安尼啦？哪会啦？但你是无想要看到恁阿嬷哟？咱毋是讲好这阵是来找李信，是安怎搁要转去恁家咧？阿舅就想讲，咱就一逝路来到这，总无所免来甲这门看看咧，对无？哪会啦？我甲恁阿舅哦，算嘛有20年拢无看到进门安尼。咱这阵为台北落来，顺续甲看者，这嘛是应该的啊，吼。阿金。当然啦。家己的亲小弟来甲看看的啦，吼。要毋过，顶下我甲我妈来的时阵，已经去看过伊啊。哎呀，咱家己的亲戚，第下搁加看2遍，也嘛无嫌多对无？阿文啊，咱行啦行好，阿文你莫搁顾者。好啦好啦好啦。阿文啊，就算讲哦，你陪阿金走一转好无？阿文。啊，好无啦。好啦，但是我话先讲真正哦，等下我是袂甲伊叫的。好啦，阮袂甲你勉强的啦，吼，行啦，吼，莫安
安尼啦。妈，你看，这酒好水无？这个吼，安尼大人甲饲咧，安尼就会做，好爽无？我甲整理一下吼，安尼看较水吼。静文，你是阿姊？我阿舅啊，你袂认你，还有恁阿金啊，你朝细汉6、7岁的时阵，恁阿金啊，佫专工买一台火车转来互你咧啊，火车你会记得袂？火车。有印象，阿舅、阿金。我你介绍啦，对，英庄啦，英庄。哎呀，金总，你好，我是静文。阿妈，阿舅、阿金来教你看呢。阿妈。先生娘，我来看你啊。我是村长的阿嫂，我是阿青，你还佫会记得无？阿妈，你唔通安尼啦！阿妈，这是阿舅、阿金，还是英聪甲阿姊啊？阿姊啊，顶摆你有看过？你袂记啊？阿姊，阿妈一直在甲你看呢。阿姊，哪位？我啦。想袂到吼，自当时遐强甲遐固执的人，今仔会变甲安尼。实在是真可怜啊！是讲哦，认真讲哦，这嘛是家己做得来的。你哪通安尼讲？啊，敢无影？啊，自当时伊咧走杂村调的时阵，伊也留啊会晓想一个，伊囝嘛袂变甲安尼。啊，中奖啦！抱一个啦！啊，你囡仔伫遐啦，妈你袂见袂笑。叫你抱你就抱啦，这么侪废话，抱啦，紧啦！哦，生一个啦！啊，爱讲生一个啦！啊，紧啦！哦，讲生一个。我都无咧讲过，看你安三尾巴。哦，我咧重啊！我生了，我真正会闹假的我。你是一个查甫人，啊抱我一个瘦过薄板的查某人，你就安尼啊？啊，你敢有想过，先生娘娘无这么济啊？伊爱静文爱偌久啊？要车用一个亲像静文哦，迄款脚无方便的囡仔，有偌尔啊辛苦？讲，就算讲先生娘较早对村长有做啥物袂得过的代志，啊，毋过这20年，伊对静文车用到这尔好，这尔大汉，啊，即马人嘛老啊，嘛退去啊，有够啊啦，莫会阁这尔熬口阮啊！哟，我讲一个，你安尼讲嘛有理。这也着阁讲，雅文啊，咱老实讲啦，自当时我嘛真怨叹恁阿嬷，也毋过自从20年前我甲伊冤家一遍了后，我才了解讲哦，恁阿嬷会遐自私，伊嘛是完全咧保护林家，保护林家的子孙啊，啊，这当然嘛包括静文甲你，对无？所以，伊对恁阿母所做一切，这嘛袂用咧完全怪伊，总是哦。父母疼囝，
公婆疼孙，这是天性，对无？所以，阿芬啊，你家己想看卖咧，你嘛认为讲一生就要原谅因阿母，啊，怎么你煞无法度来原谅你家己的阿嬷？啊？阿姑阿金，你会当家这代志拢放袂记，要毋过我做袂到，我就是永远无法度放袂记，伊是安怎甲我阿母逼死的。好啦，阿芬，文啊，你到底想要我做啥啦？这哦，你要伫这创啥？啊，水衫哦，阿姊。阿姊，阿妈在甲你叫呢。来。阿姊，阿妈在甲你叫呢。来。阿姊，阿妈在叫你啦。阿姊，阿芬啊，水衫，叫的小可，无春看到欢喜，哪会？阿姊。春风，啥？水，春潮，水衫，无春，看到欢喜，水，妈，春潮，水啊，春潮，阿母，介意。水，妈，敢讲，你还讲你思念我阿母？是安怎？你当初要甲阿母赶出去呢？没有这些文件，我讲唔出啊，咱算伊地面安会做？你想怎要甲讲啦？你哪要甲讲物件藏伫座位啊啦？你安尼做，你害死无存，你知无？你出去，你别用我！你来惊我！你来惊我！你去出声找我啦！我只叫你认错，你就会。你出声找我啦！你快点！你赶紧啊！你害我！你出声！你害我！你给他害我！乖。乖，
无春，冬更寒，无春，更寒。阿妈还讲我咧，伊活在这个世界，伊无死，你知影无？春流关，泉水上，春流泉水上，无春花雨，无春花雨。阿妈，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海啊，会伊行啦，我会当家己行啦。谢你哦。坐下。坐好咧。你遮等下吼，我来房间看拼拼。哈。阿爸，阿巧伊啊。你是要去倒？我要去台北一撮。去台北创？我要来找阿母。是真的假的啊？真实的啊！你今仔是倒一条筋拐着，哪会凶蹦蹦要去台北找恁阿母啊？阿爸，今仔雅芬伊有来，伊甲阿母这20几年来写好的批拢摕我看，还有一张要写阿巧伊爱。阿飞呢？伫我房间的桌顶啦。阿爸，我想要介回遐落去台北，我先来走哈。阿巧伊，我来走。阿巧啊，今日我咧病院的时阵，看到一个高中生，互人送入来病房。突然间，我敢若袂输看到日升共款。我想，日升即摆嘛应该读高中啊吼。阿巧啊，已经10年啊，咱已经10年无见面啊。本来我有一个冲动，想要转去故乡看日升，但不过，我还伫无这个勇气。巧啊，你即摆应该是叫阿海啊吼，我相信恁即摆已经生活过得真快乐啊。你甲阿海啊，也是真侪真可爱的囡仔。我踮咧异乡，甘愿嘛祝福你，祝福你平安甲快乐。阿妹，阿巧啊，我真正要多谢你。我知影有你伫的，你一定将日升照顾甲好势好势。所以最后，我还是决定无要回去。我希望日升将你当作伊的亲生老母。我希望日升永远拢将我放袂记，因为我知影
伊若还阁会记我这个阿母，伊的心内敢若痛苦了呢。阿乔啊，这场屁我永远拢寄袂出去，但是希望你会当听到我的心声，我会踮在暗中替恁祈祷，希望你死，特别听到海英的声音，都会听到我的思念。但是即马，我毋敢安尼愿望，假使思念是一种痛苦，那安尼我甘愿你先伫个海英的声音内底，敢若会当听到你甲爱啊，对伊的关爱。阿乔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将我的囡仔当作你家己的囡仔。阿乔啊，多谢你。你也有闲哦，较食来啦。啊会啦，但你点人袂记咧？阿姑我那台南人呢？阿妈，你要好好保重哦。真不对。静妹，阿姊，你要好好照顾阿妈，知影无？我会啦，阿姊你放心。啊无，等好啦，咱等好来去啊，车帮也袂赴啊，听，咱行。安尼就要走啊？无爱阁等一下哦。火车袂等啦。阿金，恁是毋是在等啥？阮来进前有去找日升啦，阮希望伊会当对阮转去台北看因阿母啦。我免等啦，等会来早就来啊啦，无忙啊啦。想要讲这个囡仔哪会遐固执，遐袂晓想啊？毋是啦，伊毋是迄款人啊，恁甲误会啊。阿姑、阿金，恁知影无？日升伊自细汉的时阵吼，为着我去互别人欺负，去互别人看轻，伊毋知甲别人相拍偌济届安尼。我想吼，伊绝对毋是像恁想的安尼啦。日升，日升啊！阿伯，拜托你了解走去好无？日升啊！阿伯都知影你一定会来哦。日升，你阿母知影一定会足欢喜的。水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就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妈，妈，啊，你两是走去倒啦？规工拍走，无看人。妈，你来一来啦！你创啥啦？你出来一下，快款物件。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阿妹，啊，你来这晚？阮是做伙对台南转来的啦。台南？哎呀，啊，我那个专工带一个人，要倒来见你。伊讲哦，伊有话要甲你讲咧。来。我都准备要等台南看恁了。啊，恁阿爸甲阿舅伊也好无？啊，你好无？我毋知你来台北。小景阿芬带我来找你。
我想要甲你讲，你这26年来，小虎的批，我拢看过，嘛拢读啊。也毋过，你敢知影？你希望我将你放袂记？每一年我生日的时阵，我才想到你。每一摆我听到海洋的声音，我嘛会想到你。自我捌代志以来，毋管我是欢喜，还是悲伤，你的思念一直无停过。较早我一直在怪你，但是我即马知影，你从来拢无甲我放散过。阿母，我爱你死。阿母，是阿母对不起你，无法度死你，无法度亲你，阿母嘛无法度在你身边，看你大汉。你知影无？阿母较早伫台北流浪的时阵，特别若想到你。都不知影要安怎，我只好逐工写杯用我的人生，甲你讲我有偌尼啊思念你，我思念你，逐工我若想到你，阿母的心。倒到啦，亲像这么艰苦。伤也无替阿母受过，每一摆阿爸甲解释你有偌大的苦衷，我只敢若会怪你唔捌去看我，也不好将人唔知影，你一个人承受遐大的委屈。其实，阿母已经心愿意足啊，只要你肯谅解我，阿母就算讲，我食较济委屈，我嘛有价值，知影？我爱你死。哎呦，我食你煮的暗顿吼，食足饱的啦，安奈啉会落啦？鸡汤补完气呢，无啉袂使啊。
只咧坐车戆神戆神，你是伫想啥？我就在想讲日升哦，阿姨去台北，毋知甲阿妹相认啊无？你这大人大种啊，嘛应该想通啊，对不？我看以后应该袂胡白乱想，免替伊烦恼。听无伊的声哦，看无伊的人哦，感觉怪怪的，实在袂惯势。你嘛莫安尼，今日无简单，厝内底还剩咱两个人尔，你搁要互我甲阮囝来食醋？你，都他哩大的岁数啊，搁咧食醋。你以后就多食好，毋免啦，我会晓照顾我家己啦。莫啦，你要多食，我来照顾，好，听我的啦。这是小。较细点，较细点。你莫倒呀？毋免啦，我体一下就好啦。你会寒无？我可以摕一点棉被互你。哎呀，毋免啦，我袂寒啦。我的身体吼，我家己会晓照顾啦。舅啊，这20几年来，拢是安尼，你一直咧付出，今日轮到我甲你照顾。你着安心啊，伫厝诶住落来，吼！你家己嘛安心，甲你家己交互我，吼！你先去困一下啦。你若有啥物需要吼，就算讲是半暝啊，你随时甲我叫，吼。阿海啊，安怎？还有啥物代志啊？多谢你哦。多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。这甲你比起来，我是算啥啦？阿舅啊，是的啦，拢怪我含慢，怪我戆，直到即马，就强要失去你啊！我才知影珍惜。哎呀，你毋免甲我回失礼啦。颠倒是我爱甲你说多谢。以前一直等袂到你的爱，也毋过今日我总算是等到啊。已经感觉足满足。哎呀，你千万毋通伤心哦，因为我所盼望的幸福，我已经等到啊。一世人已经无遗憾。老鬼，较紧的啦，较紧的啦！刘先生，请问啥物代志？我找恁的董事长啦，去甲我将伊叫出来。阮董事长无伫啦，请问你敢会敢有用？无伫的。真。打电话叫伊转来，讲我甲老鬼有代志要找伊啦。真实的，阮董事长真正是无伫的啦。若无你留电话互我转告阮董事长知影，安尼好无？叫你卡就卡，你是啰嗦啥的？叫伊出来啦！真实的，两位先生，这是公司，若是安尼，我要请你出去哦。各位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位朋友啊，是你们董事长的好朋友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你当着他的面打一通电话给你们董事长，好让他死了这一条心啊。真实的，
我真正是无法度。我知道，我们不是故意要来找麻烦的。你看他这个样子啊，我怕他哪一天啊又来你们这边瞎闹啊。好了，安尼稍等一下。谢谢。麻烦你把这3控的3本先生。喂，董事长，真歹势你交了，才有一位江大山先生一直坚持要见你。是，我知影。毛春，好了，电话也打，我们走了啊。董事长讲，伊在屯寮等你，叫我即马带恁过去。我们这边请。你稍等一下。大山，你冷静一点。3本董事长，茂春，你真的是茂春？过来，大山，真久无见。大山，你冷静一点。坐啦，坐才讲。坐了。坐啦。坐。茂春，你真的没死？我早就讲过，伊不但无死，佫活了比咱任何人佫较好。地阮互刑求受折磨，甚至连出家的时阵，都爱跟咱鸟鼠共款咪来咪去。结果伊咧，伊早就漂洋过海，自由自在，去做伊的董事长啊！我知影，你一定足多疑。唔是疑问，是事实。冷静。每一个人拢认为是我出袂当，我为着你用过20几年。我今仔日就是要听你亲嘴甲我承认出袂当的人，其实是你，是你，林梦春。坐下，坐下。茂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初我们8个人，关的关，死的死，赔上了一辈子，你倒是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无对，我无死，是杨局长放我走的。啊，不过我并无出卖大家，是杨局长来我讲，我才知影。讲啥？你讲啊！大山，讲出物件。藏伫倒位的人是春潮，是伊。春潮是我。你若要我担这个责任，我无话讲。我感觉我真正对不起大家。木春，你即马甲我讲实的，为什么路用？我所受的痛苦。敢是你一句实的，就会当准算是无？你敢知影到即马我每夜梦到朋友，伊来甲讨命。大山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真正是挡袂住，伊遐的人无暝无日来折磨我，我感觉讲其他的选择，伊叫我承认啥，我就承认啥。叫我当救伊，我就当救伊。伊根本不是人，是魔鬼。
这个要怪，都怪我好了。当初要不是我挺不住心就，他们也不会知道这份文件藏在哪里。时间过了这么久，我们还能够怪谁呢？这也不是茂春的错，严格说起来，也不是春愁的错。况且，春愁已经死了这么多年，难道我们还要去怪老天爷吗？一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大婶，你要跟我一样，要先活得下去，要原谅自己，才有办法原谅别人呐。代志已经过到遐尔济，咱嘛无需要去责备任何人，嘛袂用干那看过去，无看未来。我真欢喜，遮尔啊济。还佫会用看到你，咱已经60几岁，无算少年，嘛无算真老。不过我希望，咱会甲以前同款，斗阵行落去。大婶，大婶，大婶，英聪，这几年来，多谢你替我照顾阿母。医生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妈妈做照顾我跟阮阿母的，我照顾妈这嘛是应该的嘛。立生啊，阿英聪吼，虽然毋是阿母生的，也毋过英聪就跟阿母的后生同款。为即马开始吼，恁三个都要跟咱兄弟姐妹啊同款，互相照顾，知影无？知影，阮知。英聪啊，阿母无伫的，你三顿都爱食呢，莫去枵着哦。我会啦，你免担心嘛。我去开门。三本。雅慧，雅文啊，是啥物人？你是英聪，陈老师，陈老师，来这坐啦，来，请你来这。像啊。对啊，你是陈老师啊。你就是陈老师，你就是当初照顾我迄个陈老师。无唔对，我就是陈老师，就是山本刚，就是林茂春。
阿妹，阿妹，阿英，妈，我知影你是来替伊讲话对无？我希望你当替我。你爸爸，伊有伊的苦衷，所以才袂当转来，你知影？其实我真了解恁爸爸的人，伊是一个真热心，嘛是一个真好的人。我相信伊通替日本伊的痛苦，绝对袂变得较深。恁爸爸真正变转来啊！敢讲，你还阁无要接受医生？妈，过去的代志我无出给他问，但是即马阿母死啊，阿妈还阁活咧。你去甲阿爸讲，我不管用啥物理由，可是伊还是坚持，不爱回去看阿妈，我都永远袂原谅伊。阿哥啊！阿哥啊！阿哥啊！阿爸，阿哥！山城先生哦，伊做热心的呢。伊吼伫咧台南的病院做义工啦。啊，这3年来，逐个月我带阿嬷吼去病院做复健的时阵，山城先生哦，拢有甲咱斗3工呢。阿爸，我误会你啊！静文，阿爸，你真讲，你以后拢足主观，拢足固执，嘛真自私。拢是为着我，为着要成全我甲阿母，要互阿母做我的母，哪会这呢啊戆？错乱的形影失去了魂体，无聊的婴仔话当作是笑话，冷冷的一首歌，愈唱愈怨嗟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阁解说。上特别，若是无人要爱的，水倒一个算一个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阁解说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特别，规世无。